好多人都話 BNI 咧係一個揾生意嘅平台，我覺得呢個講法咧有一點而片面嘅。喺呢度，我哋除咗可以揾到商機同埋人脈之外，仲可以揾到其他嘢嘅。我叫 Sunny，我自己本身咧係從事公證行嘅工作。公證行嘅工作咧，經常性係會遇到一啲奇難雜症嘅。每當我遇到工作上嘅難題啦，都經常性揾到佢好朋友啦，阿 Mark 啦、阿 Max 啦、Jason 啦，同埋阿 Patrick 啦一齊去討論。佢哋咧都樂意分享佢哋自己嘅經驗咧，嚟幫我解決咧工作上面嘅難題。與此同時咧，我亦都會將我哋公司嘅科技咧同佢哋分享，大大咧咁去提升佢哋嘅工作效率，亦都咧令到整個團隊嘅實力能夠去到提升。就由於因為一個互相合作嘅關係，令我哋夠膽去接一啲更複雜、更大型嘅項目，將我哋嘅業務咧能夠更加多元化。喺過去2年咧，好多謝 Emily 咧幫我哋做網上營銷啦，令我哋整個團隊可以更容易去揾到唔同嘅客戶，等個客戶更加清楚我哋嘅服務範疇。喺呢度，我哋除咗可以揾到商機同埋人脈之外，亦都係一個知識同埋技術分享嘅平台，幫助我哋擴展我哋嘅業務。今年我哋都銳意去將我哋嘅業務咧擴展到澳門，希望能夠打出香港。